即係佢已經融入咗喺我嘅人生入邊。我在上我人生的上坡班澳門咧，從小咧就好耐之前就有政府辦7月8月都有一啲暑期班，即係好似游水啊、跳舞啊、乒乓波啊，即係唔同種類嘅活動俾小朋友報名。咁咧當時咧，我同我個朋友仔好細個，應該未讀小學，我諗係跟住通常我哋啲暑期班咧就佢媽咪幫我一齊報名，但係有好多係好搶手啊，即係好很難抽到，睇下抽錢，跟住游水報唔到，可能諗住報一個冇乜人報名嘅，就報咗粵劇，因為嗰一年粵劇係第一年喺暑期班度有得報名，咁佢媽咪就幫我哋報咗，因為他可能我都唔知點解，可能係冇乜人報，或者佢覺得新奇啲，俾我哋去學下。一般師傅唔會誇獎徒弟嘅，只有要鬧嘅啫。你想佢提升嘅都係，如果真係用心嘅話，就唔值得咩誇獎嘅。其實成績任何人都知，自己又知，人哋又知，唔需要講嘅。其實做人一樣嘅啫嘛。你猛讚自己冇用嘅，唔需要讚好多嘢，自己平時你做翻你自己，係嘛？人哋會睇噶嘛。就繼續努力啦，繼續努力。搞藝術咧就守正創新啊嘛，你要守正，你先創新；你要傳承，你先發展。如果你先發展，你冇得發展㗎，你啲係亂嚟啫嘛，你唔係叫發展。盧安州路，我嚟自廣州，原嚟2003年啊嚟到澳門，初就喺廣州學粵劇，學唱粵劇，對身體非常好。套翻落我哋粵劇入邊，其實有好多而家有好多地方嘅劇團都會開始創新一啲新型嘅故事，去吸引新嘅觀眾嘛。但係即係喺我哋自己嘅角度嚟講，就係可能係我會希望我哋嘅創新係基於傳統咯。你媽可唔可以俾你食麥當勞？可以㗎，真係可以俾我食麥當勞啊！影俾你媽咪睇啊！教啲小朋友會唔會你又會好嚴肅啊？好咁樣，其實唔係嘅。佢啲小朋友佢就好嚴嘅。玩咁樣，再細啲份你哋行得。你認真，唔係叫你鬥快。我唔捨得鬧。因為鬧咗我唔知佢仲嚟唔嚟噶嘛，係嘛？鬧佢喊佢翻嚟話俾阿媽呢個老師鬧我咁，係嘛？咁我但係佢就鬧得好硬嘅，咁樣嘅，所以咧睇唔出嘅。有冇人唔記得自己嘅嘢？有冇人唔記得自己
女仔先，第一場。小朋友咧，你唔話佢咧，佢哋可能會即係覺得你同佢玩啊，或者係所以我對於小朋友嚟講，我會比較嚴肅啲，即係我見到唔中意嘅，我會講，我會鬧咯。因為你唔鬧，佢可能就會覺得個老師都覺得我可以玩嘅咁我就唔係好接受到嘅。隻手背要放好，企唔好夾晒嚟，打開。喺我用我自己嘅力量咧，喺我自己嘅社團入邊，喺我個團體入邊，可以用多啲資源喺小朋友上面啦，或者係開一啲屬於我自己想做嘅系列嘅演出，去搞多啲用年輕人嘅角度去創新一啲人哋覺得好傳統嘅文化，希望用我哋年青人嘅力量。去帶多啲年青人入去劇場度睇戲，去了解粵劇唔係淨係老人家先睇嘅。呢個係我呢幾年好想要實行到嘅事。所以都好努力去培養一啲小朋友啦，去放好多時間同一啲機會，俾好多機會一啲小朋友出面去做好多演出啊，去做一啲商演活動咁樣。咁就希望可以有更多嘅小朋友睇到，有粵劇，佢哋知道有粵劇啦，亦都希望我哋斷層咗嗰個年齡層嘅人可以睇到，可以入到劇場睇粵劇咯。即係我希望係可以打動到人自己去買飛去睇戲嘅。咁呢個係我最大嘅目標咯。我要講佢壞話，關門。佢好惡，他很凶，他很凶。我覺得莫老師對做得很好的同學很溫柔，做得不好的同學有點嚴格。可是我是做得很好的同學，我覺得他挺好的。祝永永姐姐永遠18歲。快啲拍拖！唔好對我哋咁惡，希望有咗男朋友之後。我祝 Win 姐姐長生不老。我祝 Win 姐姐嘅錢越嚟越多。